祝隆重兄弟姊妹健康平安快樂。嗱，加熱次嗌講直嘅係勸前上帝。嗱，在呢個雅各書4第8節嘅裡面有人講到，勸前上帝，上帝勸前切家。咪意思呢？係講切家要隻愛心，要隻心焦嘅心，要隻渴慕嘅心，你點點嘅請上帝。勸前上帝，熱天上帝勸前切家。嗱，但係切家係勸前上帝呢，因為到第一嚟講，切家係勸前上帝，切家得到新嘅力量。一個腓立比4:13節咁樣講到，隆重熱切愛能擔在家嘅內中，本係新嘅力量。在每年嘅內中呢，都係講到在耶穌基督嘅內中，佢本切家新嘅力量，切家能夠擔熱切嘅撒回你行嘅痛苦，撒回你行嘅事，撒回你行嘅困難，撒回你行途途節節乜切家犯嘅，撒回你行途途乜切家冇辦法嘅，切家能擔，因為到耶穌基督本切家新嘅力量。第二咧講，但係切家勸前上帝呢，因為到勸前上帝，切家得到平安嘅心，得到甜嘅心。所以呢個詩篇62第2節咁樣講到。單強勸前上帝愛得到甜嘅心，亦都係大衛嘅經驗。當大衛得到按多對付各樣嘅事，按多白色之事，佢就入網，佢很容易講切家啲。單強勸前上帝，我心中你得到甜，心中你得到平安。嗱，這個世間你喺度，切家啲按多問題各樣嘅事，為嚟到切家嘅生命中。為了到自己家庭度，為了到自己嘅生活，為了到自己嘅工作，嗱，當然亦犯之事，見節提醒自家，單強勸前上帝，自家得到甜嘅心，心中你得到甜，自家能嚟家嘅禱告，能嚟家嘅親密，能嚟勸前佢講下本自己聰明智慧，嚟開路本自己途途節節。自己困嘅事，途途節節，自己白色嘅事，途途節節，自己煩嘅事，佢開路冇自己，因為佢本自己力量，得到甜嘅心，自己能對付熱切嘅撒回你行嘅事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